感谢据港 Metropoli 新闻的各位观众们，仍然和本人Fiona Huang。在华人传统中，有一项围坐圆桌共享餐食的习俗，俗称圆桌餐。这种朴素而温馨的宴席，常见于婚礼、生日或生命诞辰等庆典场合。正如生姜庙在神诞庆典中所举办的这一传统宴席。在据港的华人社区中，流传着一种传统的简单餐宴仪式，被称为圆桌餐。圆桌餐是一种在节庆时刻举行的圆桌餐宴，通常由8人围坐，共享8道菜肴。生姜庙基金会主席 France 表示，在举行完如祝寿和祭宾等一系列宗教仪式之后，每年在庆祝马祖诞辰的活动中，前来生姜庙参与庆典的信众们都会举行这场宗教餐宴。据 France 介绍，这种简单的圆桌餐宴象征着家庭的团聚与和谐，同时也寄托着人们希望好运连连、永不枯竭的愿望。此外，这项传统还体现了对祖先的尊重，参与者会在祭坛上摆放贡品以示祭祀。Baik kok, tuh jamuan makan tuh memang tradisi kita kok ya, jamuan makan. Biasanya menu makannya apa? Menunya kok? Yang biasa saja kok ya? Biasa saja. 在圆桌餐宴中，一共准备了8道传统菜品，分别是鱼翅、冬粉、五香卷、纸巾炒菜、鸡汤、生姜炒鸡、面包、红烧肉以及西瓜。Ilham Wahyudi, PAL TV。